各位市民，今日係香港政制發展史上重要嘅一日。今後只要大家願意求同存異、理性務實咁共同完成剩餘嘅工作，香港嘅民主發展就可以跨出一大步。2年後，香港500萬嘅合資格選民，每個人都可以自己直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呢個將會係香港歷史上嘅第一次。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嘅報告指出，香港社會普遍殷切期望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認為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對香港嘅施政、經濟同埋社會民生，以至保持香港嘅發展同埋長期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同時亦都普遍認同要喺基本法嘅規定同埋全國人大常委會嘅相關解釋同埋決定嘅基礎上落實。此外，報告亦都指出，社會普遍認同，由於成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係達至普選立法會目標嘅先決條件，因此目前應該集中精力處理好修改行政長官選舉嘅辦法。由於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已經作出較大變動，故此普遍意見認為2016年立法會嘅產生辦法無需對基本法附件2作修改。今後嘅程序係緊湊嘅。根據基本法附件1嘅規定，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今日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係邁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第一步。我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喺8月下旬作出決定。之後，特區政府要準備好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具體方案，預計喺今年年底左右展開公眾諮詢。對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嘅一啲重要議題，香港社會仍然存在唔少嘅分歧，但係廣大市民都有共同嘅訴求，都希望盡早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而呢個亦都係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嘅願望。喺諮詢期後，有唔少嘅團體同埋市民透過唔同嘅方式同埋途徑表達佢哋對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嘅不同意願同埋訴求。特別係喺提名程序嘅問題上，有相當多嘅市民喺諮詢期結束之後，透過參與遊行同埋民間嘅投票活動，表達要求容許公民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等立場。呢啲意見，特區政府充分了解，亦都即時向中央如實反映。同時，我亦都衷心希望市民明白，我哋既要考慮不同嘅訴求，亦都要按照法治精神依法辦事。我哋必須符合基本法嘅規定同埋全國人大常委會嘅相關解釋同埋決定，先至可以落實普選。政改問題爭議極大，要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仲需要立法會2/3嘅大多數議員通過，亦都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我唔會低估難度，但我深信香港人係理性同埋務實嘅。今後我同特區政府將繼續以最大嘅決心同埋誠意，並且盡最大嘅努力，同立法會議員同埋社會各界齊心一意，做好收窄香港內部分歧、尋求共識嘅協調工作。同時，我同特區政府會繼續發揮好香港各界同埋中央之間嘅橋梁作用，加強溝通工作，務求香港嘅政制發展可以喺多方共識之下，及時向前跨出歷史性嘅一大步，達至基本法訂立嘅普選目標。務求2年後嘅行政長官選舉係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可以參加投票嘅普選，而唔係1200名選舉委員嘅選舉。